X 一架波音767飞机要降落的时阵，起落结果将放袂落来，机头直接吹到涂骹，加载无人伤亡。巴黎奥运剩无80天就要起考，盛会总算是送到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市府为着高雄乡是甲家有移民强制送去发省。梵蒂冈有500多年历史，负责保护教宗的瑞士卫队，34个新队员穿传统的制服宣誓加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以色列甲哈马斯是当咧敲停火代志，不过以色列又搁轰炸加沙南部的大城拉法，造成死伤。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接受专访，警告以色列，若是对拉法发动地面战，有一寡武器因就无要搁送过予以色列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嘛已经证实，顶礼拜有动一批火药落来。这日参议院内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7月出席听证会，对以色列计划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强调美国是反对的，嘛只是已经停送部分弹药给以色列。Israel shouldn't launch a major attack in Rafah without accounting for and protecting the civilians that are in that battle space. And again, as we have assessed the situation, we paused one shipment of high payload munitions. 以色列甲武装组织哈马斯的代表团在埃及当地7月开始谈判停战，也无这个期间，以色列煞继续空袭拉法东部，造成真侪人死亡受伤，有超过100万的巴勒斯坦民众暂时避伫拉法，互人道危机愈来愈严重。对此，美国总统拜登7月接受美国媒体 CNN 独家采访的时阵表示，已经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个清楚，若是以军正式进入拉法，特别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咪停止运送部分武器。这嘛是拜登为以哈冲突以来头一届明确的表态，美国会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在着美国大学学校，因为以哈冲突引发示威潮，示威活动嘛伫欧洲拖。今年北欧国家瑞典举办第68届欧洲歌唱比赛，已经进入半决赛甲决赛阶段。都 NGO 非政府组织用船挂巴勒斯坦的旗仔，进入瑞典的各地港口来抗议以色列参加比赛。We condemn that Israel is participating here in Eurovision, and we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People are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s, and we want to support the people and unite against Israel's genocide. 欧洲歌唱比赛捌伫2020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禁止俄罗斯参赛。也毋过今年煞标榜非政治性，家己的场馆周围部署维安人员高度戒备，消停巴勒斯坦的运动人士，如果要伫当地7、9、11的决赛期间发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伫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有900名欧盟员工发起游行，用背部染红色的色水代表将近35000名死亡的加沙民众。同时阵嘛捍卫欧盟的人权、尊严甲自由价值。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学生嘛发动示威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我是新闻台是董炳玉。欧洲议会后个月要选议员，不过煞有真侪政治人物去互无共立场的民众攻击。多数的媒体分析认为，讲是最近徛起的右派势力做的。德国迄边新春佮推出法案，包含扣押银行口座、限制出境等，要打压这个势力。红看作是德国右派势力大本营之一的萨克森邦大城德勒斯登，揭露过万国政党的竞选扛棒，当然也包括中央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海普道明的马提亚斯埃克是现任的欧洲议会议员，也是这摆大选的社民党扛棒人物。顶日，伊伫德勒斯登从事竞选相关活动的时候，立场无共的民众攻击受伤。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相关之一甲极右势力有关联，所以相随着选举入挂近，类似的暴力事件一直传出。更是社民党的人物同齐指责选举暴力。Ich halte es für besorgniserregend und es erschüttert mich auch, dass wir in letzter Zeit zunehmend solche Attacken sehen, dass Menschen aufgrund ihrer politischen Arbeit, aufgrund ihrer Haltung und Einstellungen angegriffen werden. 德勒斯登当地民众也认为，政治立场无同是民主常态，也毋过无应该用暴力。Völlig egal von welcher Partei, solange sie sich im demokratischen Spektrum aufhält und man sich politisch mit ihr auseinandersetzen kann, ist aus meiner Sicht erst recht kein Grund, hier Gewalt anzuwenden.
根据德国国会今年2月份的报告，2023年规年发生甲政治立场有关的暴力事件，就达到2790件。其中偏左的就党政府方攻击的就超过1200件，比例超过4%；社民党方攻击的是有420件。认为属于极右势力的德国另类选择 AfD 方攻击的案件有478件，比社民党较侪。虽然安尼，各方有关将玷污暴力的对象指向最近几年站起来的右派势力。德国政府伫报告出来的同时，也推出打击右派势力的包裹法案。不过，这对 AfD 等等这几年伫选举中撑起来的右派政党有偌大影响，也唔知影。另外，伫德勒斯登设厂的台积电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也真受关注。广西新闻徐嘉欣编译。FedEx 是只对法国巴黎起飞波音767飞机，昨天咧讨论机要降落的时阵，起落架竟然是各种放袂落来，机头直接吹到涂骹出火车，加在是无人伤亡。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这架波音767的飞机紧急降落了后，客机包嘅主起落架出现几秒钟，无偌久机片就侧拢伫涂骹开始青烟，好加在机身后壁是完全停落来，救援车随过去转消风波，确定无进一步造成灾害危险了后，两个驾驶嘛对头门爬出来。这个事故是车被发生伫伊斯坦布机场，迄当阵这架联邦快递波音飞机到的时阵，发现机片的起落架是故障无法度放，随通知塔台，后壁伫塔台引导之下顺利降落。Uçağın pistten alınması gerçekten şimdi söylememiz çok zor bir şey. Önce soruşturmanın bitmesi lazım. Arkasından hava yolunun uçağına ne yapacağına karar vermesi lazım. 这个事故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造成伊斯坦布的机场单一跑道暂时关起来。通知机当局已经针对事故原因开始调查。联邦快递是表示讲会提供需要的资讯配合调查。波音767是常常看到的飞机机型之一。发生事故的这台飞行机机龄要10吨，去年6月达比航空一台机龄22吨的小型波音717班机，嘛爆发生真相同的意外。在无将起落架的状况之下降落，调查发现事故原因是部件断气。波音客机最近几年是常发生事故，2018年到2019年是连续发生2件伫起飞了后，就摔飞行机的重大空难，造成346个人无命，嘛，互737 MAX 系列客机都互停飞。无想到复飞了后，今年1月，共系列的机型阁发生苍茫落气的事件，安全设计和品管是引起真侪质疑。一个前品管的主管上心爆料指出讲，波音的机身常常有真严重的问题，伊有当时甚至会当找到2把的缺失，但零件供应商强烈背称波音是故作评论。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巴黎奥运阁剩无80天就要起鼓啊！盛会总算是送到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是由一只有128年历史的庞船贝伦号甲盛会载入去，请23万人斗热闹。经过12天地中海的海上航程，将奥运盛会为希腊运到法国的历史古船贝伦号，伫1014只军队的迎接之下，慢慢驶入马赛港。现场马上响起国歌马赛曲，帮昂贝拿30烟火刷起法国空军巡逻兵飞行表演队，用空中训练式喷出昂贝拿30彩烟，互现场群众看甲眼气，一直咧学乐。这是法国为1900年、1924年8年了后第3摆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盛会由奥运金牌游泳选手马纳杜去里假扮迎接，落船了，佫交予帕运短跑冠军凯塔，佫传予法国人士歌手长，伊为点到盛会台。Merci beaucoup, merci à tout le monde. En tout cas, je suis très fier de faire ça ce soir. Et la grande force à Marseille. 这是奥运盛会史上头一摆经由海路的方式到主办国，总统马克宏加奥组委会主席艾斯坦格拢伫现场迎接。艾斯坦格指出，会选择马赛做盛会教会的第一站，毋但是因为这是法国上老的都市，同时也是因为这是希腊人所建造的。盛会团队驶入古港的规路线。围观的群众是客家直统统，车路四周的建筑阳台、厝顶也拢是人。Depuis ce matin, oui, on est resté ici à attendre depuis 8 heures. Elle aussi, elle, la dame aussi, et tout le monde. Eux aussi étaient là depuis 9 heures. Ça va jusqu'aux Paralympiques, c'est important de signaler. Voilà, c'était magnifique, merci.
J'ai bravé la foule et tout, donc vraiment c'était vraiment une ambiance, enfin c'est vraiment une euphorie en fait d'assister à je pense à cette occasion qui va se présenter qu'une seule fois dans une vie en fait. 暗时也有免费音乐会甲宴会表演，为早甲暗系列的庆祝活动，和马赛港加做大型的派对现场。为了安全，当局出动8千的警力维安巡逻。奥运盛会初九开始为马赛出发，陆续后1万起飞机手接力，传到法国各地甲海外6个领土，最后伫7月2日到巴黎参加奥运开幕式。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 巴黎奥运搁3个月左右就要起过啊！到时阵预计是会请全世界1500万人到地。这巴黎市府为着高形象是提出真侪措施，不过嘛引起真侪争议。譬如讲，真侪游客会去散步的塞纳河边，就一款特殊的风景，就是这款古册单。 不过，这阵因为奥运要伫咧河边开幕，警察总局就讲要甲为着维安，甲这挂册单隆重拆掉。惊讲有人会伫咧内底唱炸弹，也是讲观众的空间受到压缩。不过，经过民间团体争取，也有册单抗议，总统马克宏是下令唔免拆，讲这册单是巴黎的文化遗产。 另外一项更较大的争议，就是市府甲家友甲移民强制送去别省，无想要互国际看到因的社会问题。这多数拢是因为战乱来做庇护的中东甲非洲的移民，不过因去互送走了后，市府安排互因的安置所，算间内当待3礼拜尔。所以讲，因着批评在市府根本就是放牛食草，无想到因的未来日子变哪过。 另外，也有80个非政府组织，讲这款做法是对弱势无情的社会清洗，根本就违反奥运的理念。巴黎东南部戴高乐球下骹，这个150人规模的临时布棚村面临清场，警方透早6点展开行动，赶走布棚内底无处通待的人。 大人大部分是中东非洲移民，因逃离故乡，寄放战火到法国，有的要咧申请庇护，有的已经摕到难民身份，因合法居留才透露。啊，不过收入真少，敢能用布棚做厝，即马连桥底也无当大。警方引导因去坐巴士送到巴黎以外地区，重新去安置。 Don't forget your things, your papers and everything else. We simply wake them up, giving them the option to either take the bus or not. For those who don't take the bus, it's their choice. We're not here to force anyone. 这是当局新的 SAS 庇护计划，将假路移民分散到外省，减轻首都的负担。讲安尼用加紧移民申请身份的行政程序，外地生活成本也较低。啊，不过这种安置只提供3礼拜大的所在，了后就放牛食草。啊，不过小所在缺少工作机会，佫无法度生存，所以未少人选择留在巴黎继续假路的生活。 Because we work, we have contracts, we choose to stay in Paris. After 9 a.m. we go to work. For this evening we will see. 为确保抗地啊，未阁互游民占领，当局马上清场，而且围起来，佫用大石头占完空间。这种界部对奥运接近，愈来愈系统化出现。规山的河边，用要拢用看到围起来甲大石头，这用要建造巴黎特殊景色。 So that's a lot of people being displaced and removed from public spaces. It's really sped up because of the Olympics. There's obviously an image that Paris wants to put forward without the most precarious people out in plain sight. 为要伫奥运期间展现更差菜市容，当局赶紧将市区阴暗的所在，或者是趴远大楼内底难民移民去食多的人，各种极端族群撤走。主管部长强调，这是既定的分流政策，重新分配全国紧急庇护住房资源，甲奥运无关系。啊，不过全国80个非政府组织批评，这就是社会清洗，将极端基层人口赶出首都。 是金牌背后的黑暗面，伫奥运进前继续发起联合抗争，要求尊严永续的解决方案。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所以来带大家来看，咱台湾伫咧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当地一队真特殊的卫队。5月7日的时阵，是有34个新队员穿传统的制服宣誓加入。这队瑞士卫队是1506年的时阵就成军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 迄当阵的成员为了保护教皇牺牲，所以讲个甲当年5月7日定做纪念日。这瑞士卫队是全世界上小的军队，敢若110个人。较大的任务依然是以保护教宗为主。
除了这段历史，瑞士卫队上界受人注目的就是因的服装。咱看边仔迄相片，风声讲迄五花十色的设计是包含文艺复兴时期的特色。纯手工制作，一领就要天39点钟。若是上边仔迄位，佮兼穿铁甲，这规身躯的装备到3公斤半遐尼重，见摆咧交换班的时阵，拢会成真侪游客翕相。正大声的鼓吹声响，青白暗领，阁有蓝色、黄色、红色小插，明显文艺复兴时期的特色服装。头顶有红帽头盔的教宗新护卫士兵，以庄严阁整齐的步伐，慢慢踏入梵蒂冈圣达马索的内院，按照世俗宣誓入伍。这队瑞士卫队是保护罗马教廷甲教宗本人的护卫队，伫1506年1月2日正式成军。因捌伫1527年5月7日的罗马兵变的时阵，为着抵抗汹汹反乱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5世军队，当时189个瑞士卫队，甲要敢42个人换掉的。教皇嘛，因为安尼会当走出来，为了纪念147个牺牲的瑞士兵，教廷甲每年5月7日定做护卫队的纪念日。教宗护卫士兵是这个世界上上细的军队，拢总敢110个成员。今年定调34个新兵内底，拢总有16个人讲德语，16个人讲法语，2个人讲意大利语。新兵的基本条件包括是瑞士人，年纪爱伫19至30岁，天主教男性教徒，伫瑞士捌做过兵，还未结婚。毋过年满25岁，而且服役超过5年，就会当结婚。身高爱174公分以上，有良民证，家己有专业还是高中以下的毕业文凭，因任职的期限是2年至25年。全世界出名的瑞士卫队，伊的制服甲一般军装迷彩服装无同，因是由20世纪瑞士卫队的军官朱利斯·雷彭德伊所设计。听讲伊制服设计的灵感是想到文艺复兴时期另外一个出名的画家拉斐尔伊的壁画。Overall, obviously, we look very medieval in this kind of attire. But we do have modern weapons, we do have modern technologies, we do have other technologies at our disposal that we just don't show that often, or that we try to keep a bit discreet, because this is our formal attire, our ceremonial attire, and this is very much also for a ceremonial day. 这个士兵的衫啊，拢是手工做的，一领衫顶悬有42粒纽啊，天的时间爱39点钟。每一个瑞士兵有冬天甲热天的制服，也佫有丰富的护帽，内足佫加头盔甲铁甲，全身有3公斤半，这原来是游客翕相的焦点。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的上尾站到匈牙利，这匈牙利的总理亲身去机场甲迎接。中国甲匈牙利的贸易关系是真密，预计这回佫会签16项合作协议。习近平嘛，希望利用这座访问，加强对欧洲的影响力。习近平下晡车爬坐飞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奥班亲身到场迎接。今年拄是双方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一个到位迄天，就伫当地报纸刊文表示，希望深化甲匈牙利的互利合作，甲两国的关系杀向新高度。匈牙利是欧盟国家中上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习近平这届来访，分别甲匈牙利总统、总理举行会谈，并签署16项扩大投资的协议，双方可能讨论乌俄战争议题。匈牙利捌表示希望中国出面促成乌俄会谈，不过伫习近平到位进前，布达佩斯街路出现反对中国镇压西藏的抗议声音。中国有人权争议，最近美国甲欧洲主流国家为了减少对中国经济的挖苦，拢鼓励去风险，致使双方关系紧张。这原来是习近平这届来访希望强化伫欧洲影响力的原因。伊伫政治站塞尔维亚，共款提出真侪项利多的措施，包括宣布双方自由贸易协定会伫7月7日有效。一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3是中方愿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这件代志表示欢迎，因为未来塞国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关税降到0是竞争一大优势。伊原来伫台海问题表明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Svako pitanje koje bi neko postavio Narodnoj Republici Kini jeste njihovo unutrašnje pitanje. Tajvan, Xinjiang, Hong Kong, to je pitanje za Narodnu Republiku Kinu.
Kako Kina želi da rešava te stvari, tako će i da bude. I uvek će imati podršku Republike Srbije za tako nešto, jer to je ono na čemu počiva povelja Ujedinjenih nacija. 习近平欧洲行程最后一站一定伫匈牙利停留2暗。有学者是讲，匈牙利伫今年下半年要担任欧盟轮代主席国，积极坚固2国的关系，对中欧关系发展有正面的帮助。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香港的上诉法院将批准港府的请求，甲反送中的抗议歌曲原应赶归香港列入禁歌，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了后头一条去封禁的歌曲。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内面，真侪人传唱的歌曲《原应讲归香港》，对受益者有特殊的意义。各大网络已经有真侪改编的版本，搁伫咧真侪国际运动比赛和主办单位当作是香港的国歌咧放送，互香港政府是真无民主。去年就向香港的高等法院提出禁制令的请求，但是高院认为讲禁制令会造成大家以后拢唔敢讲话，而且无实际作用，驳回请求。没想到上诉法院特别是推翻高等法院的裁决，认为这首歌已经变作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有必要颁布民事禁制令，变作香港1997移交主权了后第一条封禁的歌。这不是外交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制止任何人以煽动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歌曲，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限制责任的正当必要举措。 根据港府禁制令的请求，未来民众袂当以广播表演、发布、出售、传播和复制这方式来散布原应讲归香港的相关歌曲，只有学术和新闻活动有例外条款。美国国务院讲，这项禁制令会互香港的城市声有贵的背了了。 The decision to ban this song is the latest blow to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a city that previously prided itself on having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protecting the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deas, and goods. 另外，嘛有评论指出讲，原应讲归香港的禁制令进一步破坏香港的言论自由，嘛会互外资唔敢入来，互香港这个商业中心的吸引力更加减弱。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